末唔知道去邊度玩，今日文婷同大家推薦一個超絕嘅好地方，冇錯，就喺星新區三坑鎮中國溫泉之鄉呢間粵竹溫泉民宿，簡直係廣東人嘅度假寶藏。哇！呢間房夠晒闊落啊，仲有超大園景可以欣賞啊！40間特色套房任你揀，情侶大床房、花園親子房、山景房，仲有獨棟別墅。最正嘅係間間都有私湯，唔使同陌生人逼喎，關起門想浸幾耐就浸幾耐。呢度啲溫泉水超靚，係唔含硫嘅偏硅酸硫酸鈣泉，達到飲用級標準㗎，浸完皮膚滑捋捋，聞到企唔穩啊！竹林環繞夠晒寫意，朝早俾雀仔嘈醒，下晝踩住竹葉散步，夜晚浸溫泉睇星星，仲有超多嘢玩。室外泳池、燒烤區、KTV 房、桌球室，樣樣齊晒，仲有專門嘅兒童遊樂場，帶小朋友都可以輕鬆嘆。自駕遊、朋友聚、公司團建、生日趴、單套訂、獨棟包、整丸包場都可以。離大灣區超近，一腳油門就到啦！仲等咩啊？約埋老友記一齊嚟粵竹嘆私湯啦！